好，咁啊，今日多謝大家嚟啦，聽我講呢個咧，我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咧嘅發牌制度同埋規管嘅措施嘅。咁我自我介紹先啦，我係物業管理業監管局投訴及執行部嘅經理，我姓陸嘅，叫陸國豪啦。好嗱，咁啊講一講啦。咁我哋咧其實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咧，其實係因應咧物業管理服務條例咧第626章成立嘅一個法定組織啦。係啦，咁我哋主要嘅職能咧就係透過呢個發牌制度規管呢個物業管理服務嘅提供啦。咁啊推動物管業嘅持證啦，提高物管嘅專業能力，同埋提升咧物管業嘅專業地位嘅。好，今日頭先講咗啦，我哋嘅職能咁啊，最主要咧就係話我哋咧需要規管嘅業界，我哋需要透過一個發牌制度，只要係我哋嘅持牌人咧，我哋先可以規管到佢啦。咁就推動行事自證啊，咁啊提高佢哋專業能力啦。咁一陣間都會講咧，我哋嘅發牌制度咧都會有啲持續進修嘅要求嘅。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希望啊，我哋提升我哋嘅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人咧嘅專業地位。好啊，咁啊講一講我哋發牌制度先。咁啊嗱，首先咧，其實最緊要咧，我哋就話究竟乜嘢係叫做物業管理服務咧？咁就嗱喺我哋626章個法例嗰度咧就提咗啦。其實物業管理服務咧係分咗7大類別嘅。嗱，咁就第一個類別咧就係話咧有關咧物業嘅一般管理服務。呢啲係講緊咩咧？其實就話譬如一間物管公司啦，就幫佢嘅客戶啊，咁啊譬如係業主立案法團啦，咁就處理一啲日常嘅譬如開會嘅事務啊，或者處理下啲投訴啊，咁啊呢啲叫做一般管理服務啦。咁啊類別2係咩咧？就話物業所處嘅環境嘅管理，其實最主要係講緊咩咧？環境衛生啦、清潔啦，咁就保安都算係啦。咁啊同埋咧一啲園景嘅服務咧，其實呢個都屬於類別2嘅嘢嘅。咁類別3咧就係講緊物業嘅一般嘅維修保養啦，同埋改善嘅措施啊。咁啊類別4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話提供一啲財務嘅工作，咁啊同埋資產嘅管理嘅。類別5咧就係關乎咧個物業嘅一啲設施管理。嗱，我哋呢個講緊設施咧就係話，譬如一個物業咧有啲設施，譬如啊會所啦，或者係停車場啦，呢啲設施嗰方面嘅管理咧就叫做類別5啦。咁啊，類別6咧，其實就話關乎咧物管所涉及嘅人員嘅人力資源管理。嗱，呢個係講緊咩咧？就唔係話人力資源就係佢指派嗰啲物管人啊、物管主任、物管經理呢啲咪人力資源啦。其實咧有少少唔同嘅。呢個其實就係話咧，佢幫一啲佢嘅客戶，譬如你哋法團自己本身請咗一啲員工，或者舉個例啊，保安員原來係法團你哋自己請嘅。間物管公司幫你手管理嗰啲保安員，咁啊，即係本身唔係佢哋物管公司員工嚟嘅喎，咁佢幫你管理佢，咁就叫做提供一啲人力資源服務啦。嗱，類別7咧，其實係講緊即係一啲咧物管相關法律嘅服務，咁佢哋就住類別1至6咧，提供一啲法律嘅資訊俾你咧，叫類別7嘅服務。嗱，點解頭先要咧？第一就當然啦，就係我哋要定性咧咩叫物管服務，咁我哋先至咧就係我哋條例嘅規管範疇啦。咁另外最主要就係話咧我哋分咗7大類別啦，喺一條法例嗰度，其實就係話咧咩情況之下需要攞物管公司牌照咧？其實就話如果喺但凡向住香港有公契嘅物業提供頭先講嗰7個類別咧，多過1個類別或以上嘅服務咧，其實就就需要攞物管公司牌照啦。嗱，舉個例子啦，譬如頭先咧，大家講緊就話類別2、類別3咁樣啦。譬如有間公司咧就向你哋咧就簽訂咗個服務合約，就話佢會提供清潔啊、保安啊，咁呢個同一類嚟嘅啫。如果假設佢話佢個服務合約包埋維修保養嘅話，咁啊掂到呢個類別3，咁咪為之2個類別咯。如果一啲物管公司提供喺呢7大類別裏邊提供2個類別或以上嘅服務，而佢提供服務嘅對象咧係一啲有公契嘅物業咧，就需要攞我哋物管公司牌照啦。嗱，翻埋嚟呢度咯。咁我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咧，我哋嘅發牌制度咧就包括發牌俾一啲物業管理公司啦，同埋物業管理人嘅。咁就物業管理公司就得1類牌照嘅啫，係啦。咁就無論大規模嘅公司、細規模嘅公司，提供2個類別好，或者2至7個類別都好啦，咁都係同一個牌照嚟嘅。而物業管理人咧，我哋就分2級牌照，咁就分第1級同埋第2級啦。咁第1級
同埋第二級咧，喺法例上嚟講咧，如果要求一個管理監督角色嘅物管人要攞牌咧，佢揸住1級牌或者2級牌咧，其實就符合法例要求噶啦。不過咁啊，點解要分1級2級咧？其實就係話1級2級咧係喺要求上邊咧有啲分別。1級牌咧，嗱簡單啲講，直接啲講咧，就1級牌嘅要求係高啲，2級牌嘅話就低階少少。咁就唔係話佢低級喎，其實最主要就係俾一啲咧入門啲嘅或者係咧學歷未必有咁高嘅人士攞2級牌照。嗱咁啊講啦，咁我哋嘅發牌制度咧，其實講緊咧就係話咧2年鬆啲嘅啫。咁應該就話我哋咧喺2023年8月1號起咧，其實就係一個強制發牌制度咧就開始啦。嗱，其實我哋發牌制度應該就再早3年嘅。其實我哋2020年咧8月1號開始就有個發牌制度，不過就話咧2020年開始發牌制度之後咧有3年嘅過渡期嘅，即係話2020年8月1號起，我哋咧數起開始計3年咧，嗰3年裏邊開始發牌，但係物管公司或者物管人咧，佢可以選擇攞牌，如果符合條件啦，佢又可以選擇攞牌或者唔攞牌住。咁但係去到2023年嘅8月1號起咧，咁就需要攞牌嘅物管公司或者物管人咧，佢就必須要攞牌啦。好嗱，咁啊頭先講啦，咁啊法例規定咧有一定條件之下就需要攞牌啦。咁就話如果物管公司喺香港就住有公契物業提供多過一個類別嘅服務咧，就必須要攞牌。咁就如果係一間持牌物管公司底下，佢就住呢個物管服務嘅提供有管理監督角色嘅話咧，佢都必須要攞個物管人嘅牌照。如果違反法例嘅話咧，咁啊大家見到啦，咁就可以被判處監禁同埋咧罰款咧50萬咁高嘅。咁啊咩嘅公司可以攞到物管公司牌照呢？我哋最主要咧就睇究竟嗰間公司嘅規模，以佢嘅規模而定咧，就睇下佢要請幾多個持牌人嘅。嗱，咁所謂規模係咩呢？嗱，咁大家睇睇中間嗰度啦，其實就係話最少數目啊，先講咗先，就係話咧，我哋會睇一睇嗰間公司，佢如果咧佢提供物管服務嘅對象咧，嗰啲單位數目咧，係每3000個單位，佢哋要請一個1級嘅持牌人；每1500個單位咧，就要請一個2級嘅持牌人。嗱，咁啊同時間計嘅喎，其實我哋計晒成間公司咧管理嘅所有單位數目，譬如佢管10個屋苑，夾埋咧有大有細啦，嗰啲屋苑嘅規模，咁夾埋加埋咧，我哋就睇佢總共一間公司嘅管理單位數目而定。咁就我哋同一時間，我舉個例子啊，譬如有間公司咧管緊3500個單位先啦，好嘛？咁就如果3500個單位，頭先講啦，每3000個單位要有一個1級嘛。如果3500個單位其實就多過3000個，咁啊佢要2個1級持牌人咯。假設係啦，咁就頭先講啦，第一就要計咗個1級持牌人嘅人數啦。第二咧就話3500個單位同一時間亦都要請一定數目嘅2級持牌人。咁3500個，咁啊即係話每1500個就1個啦，3000就2個啦，咁超過3000個，咁所以咧頭先我舉呢個例子要請3個2級持牌人，即係話如果一間物管公司佢所管理嘅屋苑加埋晒，我舉個例子3500個單位總共嘅話咧，佢要請2個1級嘅持牌人同埋3個2級嘅持牌人，其實係咁樣計數。嗱，除咗頭先講啦，嗰啲咧其實嗰啲物管人咧係要全職嘅喎，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我頭先講啦，舉個例子要請5個人咁多啦，咁佢咧所謂全職，即係話佢只可以咧替呢一間物管公司行事，即係話佢全職做呢間，佢又唔可以話我又喺 A物管公司做，又喺 B 物管公司做，同一個人計2間公司嘅人頭數咧係唔得嘅。我哋所謂全職係咁嘅意思啦。咁另外咧，大家見到咧畫面左手邊咧就講緊咧，我哋另外咧除咗人持牌人數之外，我哋仲要佢咧有一個咧1級持牌人係啦，應該係最頂嗰個實際控制人啦。咁我哋咧要求除咗符合咧頭先我講嗰啲人手比例之外，間公司咧仲要有一個咧揸住1級嘅持牌人咧，佢叫做咧就住佢哋嘅物管服務嘅提供有實際控制權嘅，就有一號咁嘅人物。咁所以咧其實就咁當然啦，頭先我舉個例子就係話咧，總共要請5個人啦，其中有2個要1級牌啦。咁佢其中嗰2個1級牌咧，有一個可以身兼呢個所謂實際控制人嘅角色嘅。咁嗱，呢個所謂實際控制人咧，咁就要揸住1級牌啦。不過咧，呢個人物咧，我哋就冇話一定要全職。嗱，頭先講咧就話嗰5個人物咧，其實就一定要淨係替呢間公司行事噶嘛。但係實際控制人咧，佢可以睇
多過一間公司都得。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佢多過一間公司，咁咪叫做兼職咯。假設佢真係睇多過一間公司嘅話咧，咁佢個人頭就只可以計落一間度，就唔可以計落佢睇幾多間就睇幾多間，咁咪變咗就又唔係叫做全職咯。咁所以就呢個有少少分別嘅。好啦，咁啊頭先講啦，咁就物管公司就計佢嘅單位數目。如果請足夠嘅人手比例，咁佢就可以攞公司牌。咁人又點樣講呢？頭先我提過就話，我哋嘅物管人牌照就分2級啦，有1級同埋2級。咁就第1級牌咧係要求高啲嘅，咁就話咧，第一佢嘅學歷咧係要咧學士學位或以上啦。佢嘅工作經驗就視乎佢攞住嗰個邊一個學位而定，咁啊起碼有3年至5年嘅全職物管經驗嘅要求，仲要係近年喎，即係年代太遠嘅，我哋又唔可以計數嘅。咁就第3樣嘅條件咧，就話佢要有專業資格。咁我哋物業管理監管局咧就認可咗11個專業團體。咁嗰啲專業團體咧，其實就某啲級別嘅會員，如果成為嗰啲級別嘅會員咧，就有所謂符合啱畫面見到嘅所謂專業資格。咁其實咧要有呢3樣嘢符合嘅話咧，就可以申請我哋嘅物業管理人1級牌照啦。嗱，至於2級牌照咧，我哋要求低啲啲，咁啊就學歷嗰方面咧就要求咧文憑或以上嘅學歷啦。佢最高嗰個經驗就喺佢揸住咩學歷咧，就要求咧2年或以上嘅全職物業管理嘅工作經驗。好啦，咁啊頭先我有講啦，就話喂，我哋有11個專業團體，咁就裏邊咧涵蓋住呢一啲咧同物管相關嘅專業學會嘅。咁當然啦，就唔係話入咗呢啲學會咧，就因為通常呢啲學會咧都有唔止一個級別嘅會員嘅。咁我哋係有啲特定嘅指定嘅級別嘅會員咧，先至為之咧符合我哋攞1級牌嘅專業資格嘅準則。嗱，咁啊點知咧喺我哋監管嘅網頁咧去到認可專業團體咧有類似咁嘅畫面，你 click 落去咧嗰個學會嘅標誌咧，就會見到我哋認可嘅級別嘅會員係邊一個㗎啦。好啦，咁大家點樣先知道咧？管緊你個屋苑係啦，咁啊係咪持牌物管公司咧？咁就第一，我哋咧要求發牌嘅條件其中一樣就話，我哋要啲持牌物管公司喺佢管理嘅屋苑咧，佢管理嘅物業咧，貼出佢嘅牌照嘅副本，就係畫面嘅左手邊嗰個，其實係一個A4嘅大小嘅一個牌照嘅副本啦。咁啊裏邊你見到有好多細字，咁啊其實有啲發牌嘅條件嚟嘅。咁啊中間嗰個咧，其實可能大家都會見到嘅，就係話我哋有個貼紙，係啦，就話咧貼咗有持牌物管公司咧，其實我哋都會頒發呢啲貼紙俾佢哋，咁就係咧佢可以貼喺佢哋嘅管理嘅物業嗰度。呢張貼紙咧，你見到有幾種顏色好靚啦，咁就喺偏下嘅位置咧，其實都會有翻嗰間持牌物管公司嘅名，同埋咧嗰個持牌物管公司個牌照 number 嘅。好嗱，咁啊除咗我哋認住咁佢哋有冇貼個牌照副本出嚟咧？大家都可以咧喺我哋物業管理業監局備存嘅登記冊嗱，呢個咧係網上版本嚟嘅。咁啊，如果大家可以就嘟個 QR code 試下，咁就可以直接上到我哋嘅登記冊。咁樣咧上到去咧，其實就可以輸入咧嗰間公司嘅名，或者直接入牌照 number 啦。咁啊睇下究竟個牌照有冇效啦。咁而咧我哋亦都會咧顯示一定嘅資料嘅。咁下一版我哋睇睇啦。嗱，咁樣咧喺我哋個登記冊嗰度會有啲乜咧？有物業管理公司或者持牌物管公司或者物管人嘅英文名啦、中文名啦、佢牌照 number 啦、個牌照嘅狀態，所謂狀況即係有效冇效啦。佢如果物管公司嘅話咧，就睇佢僱用持牌人嘅數目。嗱，我哋就唔係咧。佢個人數嘅實際嘅人數數目，我哋係俾一個範圍佢，譬如0至10個、11個至20個咁我哋以一個範圍嘅形式咧顯示嗰間公司咧請咗幾多個持牌人嘅。咁啊牌照嘅有效期啦，咁啊同埋咧，如果物管公司咧，我就會講咧，佢提供物管服務咧涉及嘅單位數目。頭先講啦，佢要攞個公司牌照，我哋睇下成間公司管幾多個單位啦。咁喺我哋嘅登記冊都會有講咧，個別嘅持牌物管公司管理嘅單位數目嘅範圍啫。我哋又唔係話咧實際佢管3001個，我哋唔係咁，我哋都係俾一個範疇佢嘅啫。咁大家會見到啦，翻返轉頭咧就係啲字比較細啲啦，但係你見到咧有啲格仔嘅，就係嗰度咧就係講緊以人為做單位嘅就某個範疇啦，以管理單位數目咧亦都係一個範疇咁樣顯示俾大家睇喺個登記冊嗰度。
嗱，除咗單位數目之外咧，亦都會話咧如果假設嗰間持牌物管公司或者持牌物管人咧曾經有違紀嘅行為嘅話咧，你撳入去嗰個記錄裏邊咧，都會見到相關嘅違紀行為嘅記錄嘅。咁就有機會咧就話會有啲額外嘅條件啦，咁啊但係暫時就未有啦。好嗱，另外咧，其實呢個咧係近期我哋咧推出嘅。我哋喺我哋監管局網頁嗰度咧，其實就會咧有個地方可以咧搜尋到咧，就話邊一個物業咧係邊一間持牌物管公司管理緊嘅。嗱，咁啊個 QR code 你都做咧，都應該去到呢個版面嘅。其實就係咧可以用一啲咧搜尋字眼啦，就睇到咧先揾咗區域香港、九龍定新界啦，邊個區、邊個屋苑，究竟持牌物管公司係邊一家？嗱，咁就我哋就分咗18區啦。咁但係咧要留意咧，就係我哋呢個系統咧個資料庫就每3個月更新一次。咁所以你話中間可能有啲變化，可能轉接期間未必應付到嗰個更新嘅，但係我哋大約就3個月 update 一次。好啦，咁我哋而家究竟有幾多持牌物管公司咧？就截至到9月咧，我哋有826間啦。咁揸住牌嘅物管人咧，就有超過15000個噶啦，已經係。好啦，嗱咁樣我哋講完一輪發牌制度啦，咁我哋有個發牌制度目標就係為咗成為我哋持牌人，即係物管公司或者物管人咧，咁就喺佢係我哋持牌人，我哋就可以規管住佢哋嘅行為啦，同埋操守啦。咁我哋所謂違紀行為係咩咧？咁就我哋條例都有講嘅，就係話如果喺持牌人呢度咧，通常講持牌人咧就係講緊咧包括公司同埋人㗎啦，已經係咁就持牌人咧喺專業嗰方面咧有失當或者疏忽行為啦，呢個都係違紀行為其中一樣啦。持牌人如果違反施加於其牌照嘅條件咧，亦都係違紀行為。咁頭先講咧牌照上面嘅條件咧，咁大家有印象頭先話牌照嘅副本上邊有啲密質好細嘅字嘅，其實嗰啲咧係一定數目咧，嗰啲係發牌嘅條件就寫咗喺個牌照上面嘅。咁就另外就話，如果持牌人違反咧我哋物管條例相關規定咧，亦都係違紀行為其中一種啦。又假設咧，如果咧持牌人咧喺被法庭咧裁定違反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嘅話，或者被法庭裁定咧公契上面適用嘅規定嘅話咧，都係違紀行為嚟嘅。另外咧就話，如果咧持牌人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咧被裁定咗干犯一啲刑事罪行，而嗰啲罪行咧損害咧我哋物管界嘅名聲啦，同埋就可判處監禁嘅定罪咧，呢個都係違紀行為嚟嘅。咁而我哋物業管理監管局咧，其實有一定嘅調查權力啦。咁如果我哋監管局咧有合理嘅懷疑持牌人咧有機會涉嫌干犯違紀行為嘅話咧，或者佢唔再符合頭先我之前介紹過一啲持牌嘅條件咧，咁我哋就可以因應呢啲咁嘅合理懷疑咧，去對持牌人進行調查。咁可以被調查嘅行為係咩咧？咁頭先講啦，涉嫌干犯違紀行為啦。頭先舉咗幾個種情況啦。又或者係咩咧？就係話佢唔再符合牌照上面所需要嘅準則。因為點解咧？頭先講舉個例子啊。咁就譬如物管公司，佢咧喺向我哋申請牌照嗰陣時咧，就申報咗我管理緊幾多個單位啦，已經係我哋因應佢單位數目咧，就話你需要請幾多人啦，幾多個1級人，幾多個2級人啦。咁隨住時間咧，有機會佢接多咗新盤㗎嘛，咁佢接多咗新盤嘅，咁理論上如果有機會過咗頭先我講嗰個每3000個單位一個1級，每1500單位一個2級嘅人手，佢應該咧就需要加一啲人手比例㗎嘛。如果佢冇加到，咁樣其實就有機會唔符合準則咯。其實呢個就係指呢樣嘢啦。咁如果我哋監管局咧有合理因由嘅話，都可以進行調查嘅。有啲情況咧，其實我又未必可以受理到㗎。譬如係咩咧？有陣時我哋譬如有啲調查，有啲投訴嘅個案收到咧，就係可能基於一啲投訴人佢有啲錯誤嘅理解啦，或者係佢哋提供嘅內容比較空泛啲，唔係太實質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唔可以處理個投訴嘅。又或者係咧，唔係我哋監管局職權範疇嘅，譬如有陣時咧就住一啲合約嘅糾紛啦，或者係服務水平嘅高低啦，有啲咁嘅爭議，我哋都唔可以處理得到嘅。咁所謂服務合約嘅水平啊，或者糾紛嘅話，有啲咩情況咧？有舉個例子咧，就話譬如個合約就話需要請幾多人手嘅，一定要咁樣。其實就如果你話喺個合約嗰度有啲咁嘅規定定明，咁但係咧而間物管公司冇履行嘅話，咁就呢個咧係合約上嘅爭議，可能我哋都處理唔到啦。
咁如果個投訴嘅事項咧超過12個月發生咗啦，咁而咧投訴人又未能可以12個月內咧提出呢個投訴咧，佢都必須要咧有啲合理嘅理由。點解唔喺1年之內作出投訴啊？如果係咁嘅話，冇合理理由咧，我哋都唔可以處理得到嘅。咁啊，如果假設啊投訴人咧佢唔願意就住有關嘅投訴出席我哋紀律研訊嘅話咧，有機會咧我哋都唔可以處理得到，因為如果假設咧我哋處理一個投訴到最尾有違紀行為調查完之後咧，有機會做個紀律聆訊，可能有需要證人咁，所以如果投訴人咧唔願意出席嘅話咧，有機會都我哋處理唔到個投訴嘅。嗱，咁到最尾咧就如果匿名嘅投訴咧，我哋亦都唔會處理。嗱，咁啊，頭先講過啦。嗱，如果有干犯咗一個紀律行為，我哋嘅決定咧就話進行一個紀律聆訊。咁就住佢紀律嗰方面咧，我哋睇下咧會唔會施加制裁咧？如果假設我哋裁定佢係干犯咗我哋嘅違紀行為嘅話咧，咁就有機會有啲罰則嘅。咁就喺紀律聆訊之後咧，有機會就有幾項罰則可以選擇啦。就話有機會就住佢嗰個違紀行為嘅嚴重程度咧，咁我哋紀律聆訊咧就有機會就判咧以下罰則啦：口頭警告啦、書面譴責啦，又或者再嚴重少少嘅話咧，就會施加一啲罰款啦。咁啊最高個30萬啊！咁啊，或者喺佢牌照上面咧施加一啲特別嘅條件要佢遵守啦，或者更改牌照上面嘅條件啦。嗱，再比較嚴重啲啦，我哋咧就暫時吊銷佢牌照。所謂暫時吊銷係咩咧？即係俗稱嘅停牌咯。即係話咧，原本佢個牌照咧我哋其實人同埋公司咧一發咧正常嚟講係發3年牌嘅。咁可能期間佢干犯一啲違紀行為，我哋判佢比較嚴重啦，要佢停牌，唔可以提供物管服務嘅話咧，咁就喺停牌期間佢就唔可以做持牌人做到嘅嘢啦。咁就去到最嚴重嘅話就會撤銷牌照，即係話咧佢原本嘅有效期咧就會終止，咁我哋就直接攞咗佢個牌㗎啦。嗱，咁樣咧就頭先有介紹過啦，就話我哋嘅發牌制度喺2020年8月1號開始咧就實施啦。咁就之後3年過渡期，23年8月1號先至開始強制啦。咁就話咧，第一就話咧，我哋咧所謂違紀行為咧就冇追溯力嘅，即係話咧其實就唔可以追溯翻佢持牌前嘅情況㗎啦。咁第二咧，其實就話咧，我哋視乎咧嗰個投訴嘅情況咧，我哋有機會都希望可以盡量跟進得到，我哋都跟進嘅。雖然冇追溯力，就話有機會我哋向持牌人查詢啦，或者轉達關注啦，即係講緊就話追訴期之前嘅功夫啦。咁又或者咧鼓勵咧物管公司咧對咧相關嘅投訴事項作出跟進啦。咁同埋就係鼓勵咧物管公司最緊要就係同佢嘅客戶啦加強溝通，咁啊釋除疑慮啦，希望可以有啲共識，就令到雙方咧都即係明白件事件係點樣啦。有需要改善，當然要改善啦。如果唔係咧，起碼釋除啲誤會先。嗱，頭先講咧就話牌照上邊咧有一定嘅條件，佢哋要遵守嘅。嗱，咁就呢啲咧其中咧就係施加喺物管公司牌照上面嘅訂明條件。咁啊，我快講啦。咁就話要繼續係持牌嘅合適人選啦。嗱，所謂合適人選係咩咧？其實就話物管公司咧，我哋咧係申請牌照，除咗講咧就話要有個實際控制人啦，要有符合人手比例，即係請頭先舉個例子話請5個，即係舉個例子啦。咁就符合一定請嘅人頭啦之外。佢仲要合適人選，即係話咧，我哋會考慮話嗰間公司有冇曾經被定罪啊？有冇清盤令啊？類似呢啲咁樣咧，我都喺我哋牌照申請裏邊要考慮嘅嘢。咁呢個所謂合適人選啦，咁就要牌照上面條件仲包括以下種種啦，就繼續咧符合牌照嘅準則啦，持牌嘅準則啦。另外其實就係話咧，物管公司咧需要喺佢每個管理物業嘅每個當眼處咧，就要張貼咧佢個牌照嘅副本。頭先有嗰個畫面提過副本個式樣啦。咁另外咧就話就住佢管理嘅每一個物業咧，要指派一級嘅持牌人去管理嗰個物業。嗱，呢個講咧就話指派咧，其實就未必話咧嗰個一級人一定要坐喺嗰個物業度，坐喺嗰個大廈度。咁但係佢有個責任咧去管理嗰個物業。咁就物管公司要指派嗰個一級人咧去特定指明咧係邊個一級人去管理嗰個物業嘅。而咧依嗰度咧就話咧物管人咧佢需要就住佢發出嘅任何單張啊、小冊子啊，佢出嘅文件咧，佢都要咧註明佢嘅持牌物管公司嘅名稱同埋個牌照號碼。咁亦都咧佢需要遵守就如果假設我哋金局喺一個期間裏邊咧要佢提交一啲文件嘅話，佢必須要遵守呢樣嘢嘅。咁同埋就話咧物管公司咧就唔可以咧用佢個物
攞牌嗰個持牌人名稱以外嘅名嚟行事，即係話佢攞就叫 ABC 公司，咁啊但係咧行事嗰陣時用第二個名係唔得嘅。嗱，頭先講物管公司啦，而家物管人啦，其實大類同嘅，咁啊即係總之就要用翻持牌人嘅名稱去行事啦。咁同埋咧特別啲人嚟講咧，我哋而家咧就需要咧我哋嘅持牌人咧，如果佢個牌照喺2023年8月1號之後咧發出嘅話咧，佢就需要遵守我哋咧一啲特別指明嘅時數，咁就持續進修嘅。我哋希望就我哋啲物管人咧持續咧去與時並進啦，同埋有一定嘅知識嘅增長啦，咁樣。嗱，咁啊頭先講咗好多發牌制度嘅嘢，我哋要求咧物管人去持續進修之外咧，其實最主要咧我哋會制定一啲操守守則。咁就啲操守守則咧，其實係一個咧叫我一個標準，咁就係話咧等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人咧去有得依從。咁樣其實就話咧，我哋而家出咗呢24份操守守則㗎啦。咁就係話咧，就住物管公司或者物管人行事咧，就有一定嘅水平要佢哋遵守啦。咁就話當然啦，就我哋唔係話一定咧就干犯。即係冇跟嗰個操守守則就叫做違紀嘅，我哋會睇下究竟佢冇跟嗰個情況係咩程度啦，又或者係咧，如果假設我哋覺得佢涉嫌違紀，即係一啲咧唔專業嘅行為，我哋俾紀律委員會去考慮嘅話咧，我哋紀律委員會嘅成員咧都會咧根據話我哋出咗24份操守守則，究竟佢做嘅嘢有冇起碼係我哋操守守則要求以上嘅水平咧？如果達唔到嘅話咧，其實有機會都係違紀行為嚟嘅。嗱咁啊，大家見到畫面見到啦，咁就嗱呢個其中幾款啦。咁其實就咧其實我哋就住咧喺物管人或者物管公司咧喺不同範疇，大家都知咧，其實物管係牽涉咧好多範疇嘅嘢。咁我哋咧就住咧一啲物管人日常嘅工作咧，我哋就會就住不同嘅主題咧，其實都就會推出呢一啲不同嘅操守守則同埋指引要佢遵守。譬如好似頭先有廉署嘅同事喺度啦，咁就我哋就住防貪亦都有一個專門嘅操守守則啦。咁嗱，其實最主要呢啲咧操守守則咧，我哋會喺我哋嘅網頁嗰度咧可以睇得到嘅。咁啊，大家見到右上角啦，亦都見到啦。咁啊譬如舉個例子啦，物管公司咧喺處理咧代客收取嘅費用嗰時，都一定流程同埋要遵守個規格嘅。嗱，咁就另外呢度其中有8份啦。咁啊咧嗱，其實咧大家會見到啊，其實我哋就住咧一啲時局嘅變更啦，甚至乎條例嘅改變咧，我哋都會更新我哋咧有啲操守守則嘅。咁啊，譬如大家會見到咧講緊就話右上角第二嗰個咧橙色嗰個咧就係講緊咧代客招標啊採購嘅服務咧，因為咧因應344咧喺7月13號咧有個更新啦，我哋咧呢個操守守則咧原本已經出咗㗎啦，我哋因為呢個法例嘅改變咧，我哋都有更新到嘅。嗱，咁啊呢個最後8個啦，咁其實咧我哋會因應住咧有一啲咧特別嘅情況發生咧，我哋都會會盡快出一啲咧與時並進嘅操守則嘅，譬如有啲好遺憾嘅，譬如有啲棚架嘅意外咧，或者吊船嘅意外啦，咁其實我哋會因應呢樣嘢咧，都盡快制定一啲操守守則指引俾啲業界去遵從。嗱，咁啊頭先有提過啦，就因應咧344咧建築物管理條例咧嘅修訂咧喺7月中咧就生效啦，咁所以咧我哋其中有3份24份裏邊有3份咧就因應呢個條例嘅改變咧，咁我哋就有呢個操守守則嘅更新。咁就嗱呢度佢其中嗰啲例子咧，呢個咧就係我哋第一份操守守則嘅，裏邊咧最主要講咧就話咧有啲如果喺持牌物管人或者物管公司有啲唔專業嘅行為咧，或者有疏忽嘅，都叫做違紀㗎啦，即係類似咁。咁喺呢份操守守則裏邊咧，講一啲好大範圍嘅方向嘅。嗱，代去收取款項亦都係啦，咁就其實當然啦，即係你講到錢銀嗰啲嘢咧，就我哋都特別注重嘅，咁所以咧就話佢去到收錢啊，或者處理代客收取嘅款項，譬如收管理費啊或者之類嘅嘢咧，我哋咧要有啲嚴謹嘅程序，要佢哋咧備存一啲好準確嘅記錄咁嘅。嗱，咁同埋咧就話要存入指定戶口啊，或者係咧收到款項嗰陣時要出呢啲收據啊，類似呢啲咧就等大家都要有一個依從啦。防貪嗰方面啊，頭先可能咧廉政署嘅同事咧就講咗好多啦，咁我呢度唔敢班門弄斧啦。
嗱，咁其中呢一樣嘢都幾緊要嘅，就係話咧有陣時咧你哋譬如咧本身有間 A 物管公司咧就向你提供物管服務，咁啊因為種種原因啦，就需要轉另外一間物管公司啦。咁喺一間物管公司結束履行佢嘅責任之後，咁佢有機會要交俾新嗰間物管公司，或者咧可能交翻俾法團都唔定喎。可能有未咁快有新嘅公司上任，甚至乎法團自己管翻啦。咁佢喺呢方面咧都要向住接任嘅新物管公司或者現任法團咧去做一個交接。咁喺呢方面我哋都有個操守守則係出咗。咁裏邊咧都會會講到咧，就話喺佢哋結束履行佢嘅責任，即係完約啦。簡單講咧，喺一定時限之內、一定時限之前，佢要開一啲交接嘅會議啦。一定時限之後咧，咁即係佢離任啦，咁就要交齊晒咧所有文件啊、相關嘅財務文件啊，或者咧資產要交翻俾法團或者係接任嘅物管公司。咁啊內文有好多咁，所以咧大家有興趣咧可以上翻我哋監嗰個網頁嗰度參考啦。嗱，就住咧我哋物管人嘅專業地位嘅提升咧，咁其實頭先有提過啦，我哋有持續進修嘅要求嘅。咁就頭先講啦，就話一級人咧，其實咧個揸住一級牌嘅人士咧，佢咧每年咧就要喺個持續進修唔少過12個鐘，而二級人咧就唔少過6個鐘。咁你話每年計算多定算少咧？因為我哋啲物管人好多時咧都工作唔定時咁，所以咧就對佢嚟講都需要咧安排工作上咧點樣去配合呢啲咁嘅持續進修嘅要求。好，今日就住續牌嘅條件咧，我哋就講緊咧就話佢要符合咧加埋一啲持續進修嘅要求咧，我哋先至可以俾佢續期。嗱，咁樣咧就提到啦，由物管公司咧最主要咧就住個大廈管理咧去協助嗰個法團啦，如果有業主立案法團咧去管理嗰個物業啦。咁所以咧其實就話我哋物管公司或者物管人咧最緊要就話睇住建築物管理條例同埋我哋咧626章物業管理服務條例咧去幫個法團手咧去履行佢哋嘅職責。咁同埋就話咧，物管公司咧最主要咧就係提供一啲專業知識，幫助法團去管理啦。咁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保持一個一定嘅溝通啦，同佢嘅客戶。咁同埋咧就話佢要引用佢啲專業嘅知識啦，對342章嘅認識啦。咁就同埋咧有最大可能咧就話咧就住招標嘅程序，佢一定要符合呢個規格啦，等保障佢嘅客戶嘅利益嘅。咁同埋就住保安啊、清潔啊，尤其是維修嗰方面咧，佢都有一定嘅經驗咧。希望就將呢啲嘢咧，就替你哋佢嘅客戶，就係即係在座各位咧，去提供佢哋專業服務。另外呢個都係我哋近期推出嘅，其實就話咧就住咧物業管理服務協議，即係話佢嘅客戶，即係譬如業主立案法團同一間物管公司係簽訂合約咧，其實我哋會有啲咧參考俾你哋，但唔係話成份合約咧就俾你哋照拎住印出嚟簽俾佢啦。咁但係話大家咧都要咧因應咧你哋屋苑嘅規模、特別嘅設施或者係特別嘅情況咧，我哋出咗呢個服務協議一啲叫參考啦，等你哋就可以咧就話就住你哋嘅屋苑嘅情況咧，就制定一啲服務合約同你哋嘅物管公司簽訂。